繼續同大家分享我嘅川藏自駕318之旅。各位朋友大家好，上一集就講到我哋住喺柏宿，今日朝早我哋就會從柏宿出發，揸車去到波密。自駕途中一路上都可以見到好多壯觀嘅雪山。318呢條國道雖然好行過以前好多，不過亦都會經過難行嘅路段。就問你爽不爽？爽，小心別掉到坑裏啊！等下掉溝裏了。就是眼睜睜看它流走。就我這水平。加速！哎呀，爽！來了，漂移了！今日行程嘅第一站，我哋就會嚟到有住西天瑤池之稱嘅燕窩湖。過嚟燕窩湖，老司機就講俾我哋聽，正規嘅景點嘅門口，反而景色係一般嘅噃，唔使買門票入去，順住呢條路一直向前行。燕窩湖周邊嘅呢啲道路，欣賞佢嘅美景先至係最佳嘅地點。燕窩湖呢度嘅海拔高度大概就係3850米左右，高反唔係特別嘅大，不過頭就有少少嘅痛。燕窩湖呢個景區緊靠住川藏公路。你哋睇下一路揸過嚟，湖景幾靚。到咗一個觀景點，我哋就停低落嚟拍下景，影下相。燕窩湖嘅湖水周邊都係雪山，佢呢度嘅正同埋藍就係最出名，可以講周圍嘅景色係如詩如畫。聽聞呢度湖水嘅顏色會根據唔同嘅季節而略有不同。燕窩湖呢度嘅湖水全部都係佢周圍嘅雪山融化咗嘅水。燕窩湖又被稱之為係喺藏東第一大湖，真係救命啊！喺高原呢度蕩咗幾下秋千，個頭竟然就係又暈又痛，快脆停低落嚟，唔可以再搖啦。個頭非常之唔舒服，一人快啲整返一杯高原特有嘅飲品酥油茶先。牦牛嘅牛奶所提煉出嚟嘅油就叫做酥油，喺杯中放入一大塊嘅酥油。跟住就再沖入藏族嘅磚茶茶水，入邊仲有少少嘅奶渣，順住一個方向將佢攪勻，跟住就可以飲用噶啦。就是牛奶提煉出來的那個叫牦牛酥油，那個是油的味道，是酥油的味道，很香啊。然後還有裏面有奶渣，還有青稞糌粑。哦，糌粑做的糌粑，就是我們全部是高原產的。好好喝。這是最近很下然屋。我在下然屋，很想你。呢一位藏族靚仔，佢嘅普通話講得非常之好，同我哋詳細介紹咗酥油茶之後，跟住又即興唱咗一首藏文歌俾我哋聽。扎真氣，扎西的嘞，拜拜，拜拜，拜拜，祝你們一路順風，玩得開心，謝謝，拜拜。大家可以留意一下我哋今日所經過嘅景觀，而家所睇到嘅就係以高山為主，山上面就係光脫脫。喺藏區入邊，水資源都比較豐富，有唔少嘅河流都係由雪山上面嘅雪融化而成，所以呢度嘅水特別嘅純淨而冇污染。從巴宿到波密呢一段路途當中，有唔少嘅冰川，我哋而家就係去緊最出名嘅米堆冰川。米堆冰川係中國最出名嘅冰川之一。未嚟到之前就已經久聞米堆冰川嘅大名，嚟到之後就非常嘅遺憾。景點通知我哋話，因為氣候比較暖，就算我哋今日入去嘅話，都唔可以近距離睇冰川，只可以喺規定嘅地點遙望冰川。大家商量咗一下，如果係遙望嘅話，咁就真係冇必要入去啦。人生同旅途總有些少嘅遺憾，繼續我哋嘅旅程，開車向前去波密。真係非常佩服呢啲揸住摩托車自駕川藏線嘅騎手。有唔少嘅人都話喺10幾年前嘅318先至係真正嘅具有挑戰性，確實又係。如今嘅川藏318修建咗眾多嘅隧道同埋新路，難度已經大大減少，以後仲會有更多嘅隧道同埋新路，所以要體驗自駕318就要趁早。今日嘅行程我哋就總結咗4個字：景美路難。當距離波密縣城越嚟越近嘅時候，路途上嘅景色亦都發生咗微妙嘅變化。
唔知道你哋有冇留意到，路兩旁嘅綠色植物竟然就多咗好多，路上可以見到唔少嘅藏民，通常佢哋就會搭伴而行，一齊去朝聖。呢次嘅成個旅程當中，我哋見到長扣嘅就唔多，大部分嘅人而家都係行路去。有唔少嘅普通人都會擔心，如果過嚟西藏會有高反唔適應。喺西藏有兩個地方非常值得推薦俾大家，呢兩個地方就係林芝同埋墨脫。而林芝就包括咗波密、林芝、波密、墨脫，海拔嘅高度都唔算高，呢一帶嘅綠色植物相當嘅多，尤其係墨脫就更加被稱之為係西藏嘅小江南。呢次嘅行程仲有另外一個遺憾，就係冇安排到去墨脫。下次可以直接飛去墨脫，海拔高度只有2000米左右，就算普通人去到墨脫，有高反嘅機會都會低好多。從上晝光禿禿嘅山，到而家兩旁都係綠色嘅植物，可以講今日喺藏區地理環境嘅變化係相當嘅大。我哋而家就嚟到咗波密縣，呢個時候過嚟波密同埋靈芝，最出名嘅就係佢哋漫山遍野嘅桃花。波密縣呢度相當嘅具有人氣，有唔少人嘅衣着打扮都係趨向於現代。喺縣城嘅廣場呢度，正喺度舉辦桃花節嘅相關文藝活動。年紀比較大嘅當地嘅居民中意着傳統嘅藏服，而有唔少後生嘅波密人衣着打扮都比較嘅時髦。后面的背景漂亮。好多人過嚟波密同埋林芝都係為咗睇桃花。今晚我哋為咗睇桃花，特登就冇住喺波密嘅縣城入邊，而係選擇住咗喺桃花溝入邊。喺揸去民宿嘅途中，隨眼望去，漫山遍野全部都係盛開嘅桃花。聽我哋嘅老司機介紹話，呢度嘅桃花只係供觀賞用，所結出嚟嘅桃就冇咩食用價值。每年一到桃花盛開嘅時候，桃花都會成為係林芝同埋波密嘅一張明信片。成個波密縣城周圍都被綠色所包圍，再加上桃花咁樣嘅美景，點會令人唔中意？到咗我哋馬克入住嘅客棧啦。老細話當初就係被呢度嘅美景所吸引，所以就決定喺呢度長住開民宿。民宿嘅條件就一般般，不過周圍嘅美景就確實靚。晚黑我哋就過去民宿對面嘅一間農莊食晚飯。農莊嘅老細嚟自四川，佢喺呢度自己養咗唔少嘅雞鵝鴨魚。今日我哋就點咗一條魚，即點即湯。呢條魚就係喺雪山水入邊長大嘅，所生長嘅自然環境冇得傾，入口肉質鮮美，一啲腥味都冇。老細就用咗四川嘅整法，滾魚湯嘅同時仲加咗幾隻煎蛋，滾出嚟啲啖湯夠洗鮮。四川人食魚同我哋廣東一樣，對食材嘅要求都係要非常嘅新鮮。湯入邊仲加咗蘿蔔一齊去炆。呢次自駕川藏318嘅路途當中，我哋都幾佩服呢啲四川人，成條川藏線從頭到尾都可以見到川菜嘅身影，可以毫不誇張咁樣講，川菜餐館嘅數量多過藏餐餐館嘅數量好多。今晚我哋所入住喺波密桃花溝入邊嘅民宿，海拔高度大概就係2500米左右。喺成個波密縣城內，平均嘅海拔高度就差唔多係3300，最低嘅海拔高度只有2000。所以當我哋普通嘅人過嚟波密嘅時候，人體嘅舒適感就會多一啲，幾乎冇咩高反，胃口亦都自然大開。老闆自己曬嘅四川臘肉炒青菜，呢度嘅臘肉有咩唔同？佢哋用嘅係藏香豬嘅肉嚟臘嘅肉。藏香豬係藏區特有嘅豬嘅品種，細細隻肉就特別嘅香。呢次我哋嘅定製小團出行，無論係食住玩，佢哋嘅安排都令到我比較滿意。今晚自己係人生第一次住喺一間被桃花包圍住嘅客棧，今年想唔行桃花運都幾難啊！今日嘅視頻從八叔開車到波密就同大家分享到呢度，
我鍾意分享我生活中嘅點點滴滴。如果鍾意我嘅視頻，記得關注我啦，多謝你哋嘅支持。